一對80幾歲嘅老夫婦由個女同菲傭姐姐陪同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伯伯和婆婆係住喺牛頭角嘅舊區，以前舊機場同地鐵產生好大嘅噪音，婆婆同伯伯日日同飛機噪音、同地鐵噪音共同生活。由於伯伯同婆婆長期住喺高噪音環境嘅地方，所以引致耳膜衰退，同伯伯婆婆做聽力檢查，結果發現伯伯婆婆聽力都好差，屬於重度弱聽，高音聽唔到。俾伯伯同婆婆試用我哋嘅 Max 助聽器同 RKI 專業助聽器，外出試機，兩款助聽器喺繁忙嘅馬路邊，噪音抑制效果非常理想，人聲清晰。伯伯同婆婆馬上決定購買我哋嘅專業助聽器，祝願伯伯婆婆戴咗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